對中移動主要風險嘅詳細解釋。第一，用戶飽和，市場滲透率見頂。第二，宏觀經濟與財務風險。第三，應收賬增加，現金流減少。第四，投資新科技嘅財政壓力。第五，政策與監管風險。第六，派息比已高達70%，大幅增加，可能性有限㗎喇。第七，折舊政策變更嘅優勢已經用盡。首先，等我哋討論下用戶飽和、市場滲透率見頂下。中國嘅移動電話用戶普及率已經遠超100%，市場從增量競爭完全轉變為存量競爭，呢意味住增長不能再依靠新用戶，供應商之間競爭加劇。正如上述存量市場嘅競爭異常激烈。此外，競爭仲嚟自傳統電信業務之外，嚟自科技公司嘅跨界競爭。喺雲服務、企業數字化解決方案等領域，中移動需要同阿里巴巴、華為、騰訊等巨頭直接競爭。價格戰風險雖然監管層面反對惡性價格戰，但係喺爭奪大客戶嘅時候，降價壓力依然存在，會侵蝕利潤率。宏觀經濟與財務風險。經濟下行導致用量減少，企業客戶可能縮減喺通訊、雲服務同埋數字化轉型上嘅開支，個人用戶可能降級套餐以節省開支，用量、數據流量可能因話遠程辦公等需求保持增長，但係平均收入可能會減少啦。低價套餐眾多，更換計劃同更換電信公司比以前容易，電信公司之間嘅競爭仍然非常之激烈㗎啦。而家睇下嗰個平均每戶收入，自從2020年開始大跌之後，慢慢爬返上少少，但係到咗第三季又再創新低，去到48蚊一戶，經濟不景，壓力應該好巨大。傳統業務唔應該有太大期望㗎。而家討論最重要嘅應收賬問題，應收賬增加，現金流減少。根據中國移動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報告，2025年6月30日應收賬款總額係1058億，同2024年相比嘅757億，增加300億。主要反映業務規模擴大同埋可能因政企、雲計算等項目結算週期影響。好彩跟住嗰幾季應收賬增長速度較慢，算係一個好消息。不過應收賬都過千億，雖然好多都係政府部門，拖欠風險較低，但係仍然需要密切監測。應收賬款增加，經濟下行週期中，企業客戶付款週期可能延長，拖欠款項嘅風險增加，導致應收賬款攀升，現金流減少，應收賬款增加，同埋資本開支維持高位，會直接影響經營性現金流同埋自由現金流。咁而家睇埋個應收賬嘅拖欠年期，拖得越長啦，收回嘅希望就越低，通常都要做壞賬嘅。觀察重點，91日以上應收賬款佔比高達59.8%，較2024年底嘅50.3%明顯上升，顯示回款週期延長。1年以上賬款增加大約56億元，需關注其回收風險。短期賬款30日內比例下降，可能同政企、雲服務等大客戶賬期較長有關。而家傾下應收賬款組成與客戶結構。應收賬款主要嚟自個人客戶，賬期就通常較短嘅。但係政企客戶係因為專案嘅合約係較長㗎啦，賬期較長㗎啦。除此之外其他嘅電信嘅運營商、網間結算等往來款項亦都較長嘅。分析結論：一、應收賬款大幅增長，反映業務擴張，尤其是政企與雲服務；二、長期賬款佔比上升，需關注回款能力與壞賬風險。三、公司已計提信用減值，顯示風險管理機制運作中。應收賬款增長可能對經營現金流造成壓力，經營現金流入同比下降36.2%。
而家講少少中移動投資新科技嘅財政壓力，6G 將來嘅開銷會增加啦。5G 嘅投資高峰尚未完全過去，6G 嘅研發同未來規模化部署已經提上日程。呢個係一個長期嘅巨額嘅資本開支承諾。電信行業嘅技術迭代要求持續嘅高強度投資，呢個將會持續對公司嘅現金流構成壓力。關鍵在於投資能唔能轉化為可觀嘅商業回報、新嘅收入來源。政策與監管風險嘅唔對稱政策喺歷史上確實發生過，當時為咗扶持相對弱勢嘅中國聯通同埋中國電信，監管層曾經喺網間結算、牌照發放等方面對中移動實施過限制性政策。當前風險雖然目前監管環境趨於均衡，但係未來唔排除監管機構為咗促進市場平衡、推動降費提速或支持某項國家戰略，再次引入對中移動不利嘅不對稱管制措施。呢個始終係懸掛喺頭上嘅劍。派息比已經高達70%，大幅增加可能性有限嘅。過高嘅派息比率意味住流傳喺公司內部用於再投資，如 6G 研發、新業務拓展、市場競爭嘅資金比例減少。如果未來需要進行大型收購或者資本開支，可能需要借債，從而增加財務成本，或者甚至需要降低派息嚟到籌集資金。股息增長直接同盈利增長掛鈎。當派息比率已經好高嘅時候，股息嘅增長只能夠依賴於淨利潤嘅增長。如果淨利潤增速放緩，如因經濟下行、競爭加劇，咁股息增速亦都必然放緩。幾乎唔可能再通過提高派息比率嚟大幅提升股息啦。所以如果收入減少咧，就唔可以用增加派息比率去補償股息金額減少，緩衝效應係減少緊，折舊政策變更嘅優勢已經用盡。呢個係一項會計估計變更。簡單講，公司認為其網絡設備如基站嘅實際使用壽命同埋價值週期比之前預計嘅更長，因此將折舊年限從7年延長至10年。折舊費用係運營成本嘅一大項。延長折舊年限之後，每年計提嘅折舊費用會減少，從而會推高當期嘅帳面利潤、淨利潤。呢個會計變更喺當時係一次性嘅利好，佢人為地一次性地提升咗公司嘅報告利潤。由於利潤基數變大，喺派息比率不變嘅情況之下，絕對派息金額亦都得以增加。風險在於呢一種財務技巧只能夠使用一次，你唔能夠無止境地將折舊從10年延長到20年、30年，咁會俾財務報表失去可信度。呢個用嚟提振利潤同埋股息嘅工具已經被使用，未來唔能夠再重複使用同一方法嚟創造增長。中移動正面臨增長放緩、競爭加劇、投資壓力巨大呢3大核心挑戰，呢啲又最終都可能體現喺現金流同埋股息增長潛力上嘅。投資者睇中移動嘅關鍵在於平衡好其傳統業務嘅穩定現金流，用嚟分紅同埋新興業務嘅增長潛力，用嚟講增長故事之間嘅關係。既要密切關注奇雲計算等新興業務嘅增速、Apple 值嘅變化趨勢以及資本開支嘅控制情況。最後非常之重要嘅一點，監控應收賬款變化。